大家好，歡迎嚟紐約與你。今日第5集要講一個好多回流或者移民街坊最頭痕嘅問題。如果你以前喺香港領取長俸強積金，或者喺內地領取過退休金，當你依家喺美國準備開始領取社安金嘅時候，你可能會發現金額縮咗水。呢個就係因為一條叫 WEP 嘅條款。大家記得先點讚、訂閱、支持我哋。乜嘢係 WEP？WEP 嘅全名係 Windfall Elimination Provision， 廣東話一般譯做意外獲利削減條款。點解叫意外獲利呢？因為美國政府覺得，如果你有一份唔使交美國社安稅嘅海外退休金，你已經有一份保障。如果再用普通公式計錢俾你，會被視為一種意外收穫。所以佢哋會根據準則調整公式，扣減你美國呢邊領取到嘅金額。不過大家唔使驚，呢個扣減係有上限嘅，通常唔會扣超過你海外退休金金額嘅一半，亦唔會扣晒你份錢。點樣可以領取足額？咁有冇辦法可以領取足額，唔被扣錢呢？係有嘅，社安局有一套實質收入年份嘅準則。如果你喺美國做嘢，有交社安稅嘅年數達到30年或以上， WEP 條款就會完全失效，你可以領取足額100%退休金。如果你的年資喺21年到29年之間，扣減嘅幅度會逐年減少，所以喺美國做多幾年嘢，對你份退休金係有絕對幫助㗎。誠實申報唔好博，大家千萬唔好諗住瞞報。社安局同好多地方都有資料交換。如果你喺開始領取錢嘅時候冇申報，日後被發現，政府係會追返所有錢甚至罰款。既然我有會計師幫手，大家最好都係清清楚楚申報，明白呢套準則，退休生活先會過得安心。WEP 聽落好煩，但只要明咗30年準則，要領取足額，其實唔難搞。下一集第6集，我哋會講老人家嘅命根紅藍卡 Medicare 到底點樣申請。如果你就嚟65歲，呢集你一定要睇。我哋下集見。